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李嘉义。2022台湾灯会15日晚间进行点灯仪式，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一起点亮主灯，凤彩飞舞。陈其迈感谢中央给予高雄机会，也感谢历任市长及市民朋友的共同努力。点灯的精彩画面带您来看。3、2、1。开灯！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及高雄市长陈其迈一起点亮主灯，凤彩飞舞。总统蔡英文感谢交通部观光局及高雄市政府团队在疫情严峻的挑战下，竭尽全力筹办灯会。疫情让我们看到最珍贵的互助精神。今天是元宵节，台湾灯会也将正式开灯。很高兴来到我们高雄，和大家一起点亮新年新希望。首先，我要感谢我们县陈其迈市长和市府团队，还有交通部观光局以及所有的工作伙伴的付出，带给国人美丽的灯会。特别是在疫情挑战下，筹办灯会需要更多的心力，大家辛苦了。陈其迈感谢中央给予高雄机会，从鳌耀龙翔到凤彩飞舞，睽违20年，让台湾灯会回到高雄。也感谢历任市长及市民朋友的共同努力，高雄历经20年的蜕变。高雄这几年的转变，从鳌耀龙翔到凤彩飞舞，历经了20年的转型蜕变。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伟大市民朋友跟历任的市长，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把高雄的美丽呈现给台湾，呈现给不同的国家，所有的很多的游客。高雄的美，离咱高雄人拢甲当作习惯。高雄人把高雄的美当作习以为常，但是这几天，不想在爱河湾或者是在卫武营，在游客或者是其他城市的人民，都把高雄的美当成不寻常。陈其迈预告，武营晚点名将在进化。武营晚点名的2部曲传爱大戏将于18日起连续3天，每晚7点在卫武营户外剧场演出。前所未有的邀请11大天团齐聚，超过24位传统戏曲界天王天后、表演艺术家演出，欢迎大家一同观赏。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台湾灯会全国花灯竞赛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采线上的方式举办。竞赛的结果揭晓，凤山青年国中的作品《百鸟齐鸣，虎跃雄风》获得国中组灯王4连霸。这件作品是将百兽之王猛虎聚齐风搭配舞动旋转的地质，充满吉祥和喜运的意义。青年国中这一件4连霸的灯王作品，先以舞动旋转和转筒的地质身影吸引大家的目光，而众多鸟儿齐鸣欢唱，象征生机盎然。下方则是有猛虎雄踞齐风，象征虎步吉祥。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也让学生知道骨架的设计、跟电线、还有包布、还有装饰艺术的设计。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生很多在制作过程中很辛苦，但是有点要放弃。那我们也都是鼓励学生要持之以恒，然后把作品给完成这样。另外一件作品《浴火凤凰高雄新里程》，则是运用许多环保和可回收的素材为主，也获得国中组的特优。像那个凤凰的话呢，我们老师跟同学他们非常辛苦，然后用铁丝，然后去把它去扎，然后呢，他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啊，然后把我们的凤凰虽然是用环保的素材，但是把它用铁丝把它扎得非常的细腻。青年国中在艺术家和老师的指导下，和学生们一起全力完成这些花灯作品，克服制作上的困难，让整件作品都完美呈现。今年获得4连霸的灯王，全校师生都感到高兴。什么都没有，然后
叠成像一只地质，然后在里面绑铁丝，然后还有一些灯条，跟把最后的布缠上去。在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但是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放弃，也感谢老师对我们没有放松，然后很警惕的让我们得奖。谢谢老师。他们除了社团时间要学习之外，还要利用这个假日、周末的时间来这个加强这个练习，然后看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那个辛苦的情况我觉得他们这个得奖也是值得的啦。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全国花灯竞赛改采线上举办，高雄市多所学校也有不错的表现。民众可以在灯会期间2月28号之前上网浏览，欣赏学生们绚丽多彩的花灯作品。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卫武营都会公园里的3联栋经过活化改造之后，其中一栋由南丰剧团进驻，营舍里分为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艺术家自由创作，也可以在营舍外的草坪上排练。团员们觉得这样的环境有助于灵感发想和整体的表现。3联栋的营舍外有广大的草坪，还有大树遮阴。团员们正在排练新的剧码，路过的民众不时停下脚步，好奇的观看。这是南丰剧团进驻3联栋之后，每天早上的排练情形。团员们都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排练很接近大自然。那我发现，在这样很自然的空间当中，甚至是大树，还有绿地，还有阳光下，突然发现，好像我们的身心灵跟这样子的环境可以做一个融合。你可以在室外用身体，也可以来把你的那种艺术的那种美的那种感觉，可以把它释放。不止营舍外有广大的户外空间可以作为排练的场地，营舍内的空间也很充足，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家所需要的空间都可以区隔开来，自由创作。练舞室和表演厅都可以按照剧团的需求重新规划设计。艺术家把视觉艺术家归在另外一边，然后表演艺术在另外一边，所以两边是有各自独立的状态，但是我们又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3联栋，我们称为 WER，就是卫武营艺术村，我们艺术村，我们这个 We are family, we are artists， we are everything， 然后就我们什么都是，我们也可能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份子。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动凤山忠诚计划，卫武营3联栋成为打造艺文聚落的起点。南丰剧团也正筹备进驻之后的第一出开幕剧，结合许多艺术家的共同创作，也将这些艺术能量扩散出去。6位艺术家跟6位的剧场人，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们共同为这个 WER 艺术村做开幕表演。那我们所扮演的就是众神怎么护卫这个场域，然后让这个场域不要被病毒、不要被各种的恶魔所侵犯，而能够继续变成发扬光大，然后不断的把艺术一直往外推。艺术创作需要有丰厚的文化养分，也需要良好的展演环境，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进驻3联栋的南丰剧团将身负重任，希望未来能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艺术村 ，We are, we are, we are。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的文化中心户外水岸景观和生态水池，每到假日都是很多市民朋友休闲的好去处。不过，因为有人偷偷拿鸭和鹅等生物来放生，越来越多的状况造成水池自然净化已经失去功能。对此，台南文化中心为了生态平衡，开放民众申请认养。台南文化中心有一座自然生态景观池，20年前成立的时候只饲养2对绿头鸭，但因为许多民众放生弃养，加上热心民众喂食，造成水质的鸭、鹅的数量越来越多，加上原本的乌龟和鸟类生态排泄物已经严重影响水质环境，所以文化局慎重讨论，做出开放民众认养的决定。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去养绿头鸭，然后后来渐渐变成一般的泛鸭、鹅都进来之后，那现在整个生殖力、泛生整个
文化中心的水池，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喂食，然后鸡鸭的一个粪便又整个水池污染的非常的严重，所以优氧化的非常的严重。那因为族群太众多，那文化中心本来是想要说不是委托专业的就整个移到农场去饲养或是怎么样，后来想说如果大家这么喜爱这些小动物，那是不是有兴趣的人你就可以来跟文化中心申请认养，那你就可以抓回去，那或许你家里有比较好的户外的空间，或是一些小的农场，那你就可以让这些鸡鸭在那边生活。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开放让所有的市民，如果你愿意来饲养这些鸡鸭或鹅，你就可以跟文化中心来申请登记认养，那就可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认养的手续。记者到现场，许多民众都同意文化中心开放认养的做法，避免污染持续扩大。只是民众受限饲养环境，也无法说认养就认养。根据了解，14年前文化中心透过规划整建以后，好不容易建立水岸景观，以自然工法恢复水质的成果。如今因为鸭鹅太多，无法自然进化，所以也希望从减少生物数量一步步改善。那其实文化中心我们其实都一直有在整治哈。那之前文化中心没有用生态工法之前，其实每一年都要洗一次水池。那自从改成生态，它有自然的水生植物，然后有很多抛石，然后它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潮间带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的一个循环。但是因为民众一直丢东西下去，然后鸡鸭粪便的大量排放，已经超出它原来自然生态可以去进化的一个程度，所以希望能够至少把这些污染源先把它减量，那它自然的生态可以自然再去恢复。我想这样对水池的整个优氧化的一个进程会比较缓慢，那整个净化水池会更有成效。文化中心除了没有限制民众条件开放认养，呼吁民众不要任意放生或者是喂养面包、叶菜等等，也希望借机会成为一种生态教育。记者郭恩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南北区华德里以猫头鹰作为吉祥物和守护神，并在3个公园打造装置艺术之后深受好评。加上3年来出版4本的绘本，让居民来认识社区，进行相关环境教育等等，甚至自掏腰包免费送给15间偏乡学校的儿童。这许多的行动都是出自里长宋兰美玉对里社区的一份热情和使命感。一来到华德里办公室，满满的奖杯和37区第1名奖状，都是里长宋兰美玉用心经营里内，深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肯定的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运用40多年来的幼教经验，和女儿宋敏琪合作，从就任开始就编写彩色绘本，用生动活泼的图文，让里民和小朋友都可以清楚来认识社区公园、环保意识、里的由来以及防灾防救等主题，3年来已经完成4本，用心深耕社区，令人敬佩。我们有6块公园，还有一个外围的那个棒球场。我是想要改造，翻转旧思维，改造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好，我们这里也都是外来的，就是用新的社区。然后我们是希望是说，把它翻转旧思维，把它创新。改为就是说，每一块公园就是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故事，啊，希望就是3代同堂能够同乐。里长的用心深耕也展现在他运用竹编纸艺的好功夫。他选定象征吉祥、智慧、勤劳的猫头鹰，设计出这只波比的吉祥物，还在社区公园打造大型装置艺术，除了让该里有了创新的形象，更希望借此保佑里民的平安健康。我用一个猫头鹰的象征是说，那猫头鹰是本身就是很有智慧、很勤劳，加上一个幸福的标志。那这个猫头鹰它所带来给我们的幸福，我们叫那个幸福波比。波比的意思是波比，
每天从一大清早打扫公园环境，一直到夜间巡守治安，一天睡不到2-3小时的里长，新的虎年还要筹备气候变迁影响、家庭暴力防治以及新著名文化教育的3本绘本，希望用热情和使命感，让这个新社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为了服务偏乡地区的民众，贩卖南北货的业者就推出行动杂货车，将载满民生用品的车开到偏乡的地区，创造如同柑仔店般的人情味，拉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也让当地居民大赞好方便。偏乡居民一直以来若有物资上的需求，在采买的过程中相对会比较麻烦，所以行动杂货车老板就发想出透过将物品全部放到车上，透过机动性的方式，将各式各样的杂货物品载到偏乡，提供给偏乡的居民能有一个更便利的采购方式。这个是流动摊贩店，流动的南北货杂货店就是了啦。我这个地方大约都是1个礼拜来一次的，都提供这边的欧巴桑啦、妈妈啦、阿嬷啦，他们一些需要的日常杂货东西啦。因为我卖很久了，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星期5会来了，都会来给我买，也算是服务业了。我们算是服务业我们这个柑仔店已经是夕阳事业了啦。我们这个就像在初期的乐谷，那个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了。老板透过这样的方法，除了提供给当地居民更多的便利性以外，更进一步拉近了与居民之间的距离。除了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人情味，当地居民也万分感谢行动杂货车老板提供的服务，让地方增加许多的便利性。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台湾人过元宵有个习俗，就是要吃汤圆。在小港有一间开了30年的老店，在元宵前推出总会爆浆大汤圆，吸引许多顾客上门品尝。老板娘坚持手工制作，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原料，就是想让客人吃到最天然的原味。用汤匙轻轻拨开，内馅饱满的大汤圆流出金沙和黑沙。元宵节快要到了，小港的这家老店推出总会爆浆大汤圆，一碗满满的馅料，配上红豆或是桂圆的汤底，让人吃了相当满足。我们家的总会爆浆大汤圆就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会有2颗爆浆大汤圆，芝麻跟花生口味，再来就是有手工的小汤圆，然后再加配料组合桂圆汤，手工熬煮。自制的糯米团捏成长条状，放入滚水中。老板娘自信地说，店内90%的配料都是自己做的，包括汤圆都是手工揉搓，口感吃起来又软又 Q。30年来成为客人必点的招牌。我们家的东西90%都是自己做的。冬天的强项就是我们家的汤圆，手工糯米，手搓的，自然原味零添加。这个现在外面可能比较少，吃起来就是比较软 Q。经营30年的老店是小港人记忆中的老味道，将近20种的配料可以选择，再加上老板娘亲切的服务，更是生意持续稳定的原因之一。本店在小港经营了30年的老店。第一个店面在黄昏市场旁经营18年，第2个店到这里已经11年多。我们小港在地非常支持的一个老店，30年来一贯的坚持就是自然原味零添加。适逢元宵节，俗话说多吃一颗汤圆就多长1岁，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来一碗热热的甜汤，更是能让人暖上心头。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台南一对从事旅游业的母女，就是因为喜欢日本竹地市场用餐的氛围，两人决定在复兴公有市场开了一间夜间食堂。新奇的用餐环境果然吸引不少消费者上门尝鲜。白天是菜市场，在晚上改换成为夜间食堂。这个位于东门路桥旁的复兴公有市场，在里面目前有几家小餐馆在这营业，其中这一间
看起来有点像是来到日本竹地市场氛围的摊子，就特别引人注目。原来这是一对原本从事旅游业的母女，因为想要营造出像是日本竹地市场又有台南特色的宵夜摊所精心打造的成果。我跟我妈妈，我们2个是做旅游业的，然后因为我们蛮喜欢说就是日本的竹地市场，然后所以我们想要把台南有打造一个像日本竹地市场这样子的景点，对，一个地方。不止台日的风格混搭，就连餐点料理也一样国际化。从披萨、意大利面到季岛湖各行恩前，跳动的组合也吸引到不同的客层。蛮特别的啊，蛮有那种从前呢，小时候那种气氛，很轻松，很特别。对，就是像在自己家里这样用餐这样，很适合来这边吃宵夜，很有气氛的感觉，很像在日本。它的东西都蛮好吃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吃起来很舒服啦，因为是在那种菜市啊这种地方啊，不像那种大餐厅啊，或者这种人吃起来比较拘束那这边你想吃什么，要大口吃，然后口味也不输一般餐厅啦。我们餐点的特色的话，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是明太子奶油蛋黄面，那这个的话是用日本的战旗乌龙面，然后去搭配上日式的白酱下去制作的，所以那个口感会很特别。香肠的话是我们的，像是我干妈自己私人自己做的，对，是在外面吃不到口味，它是古早味的。有特色的用餐环境，加上亲民的餐点价格，也让这家店渐渐打响了名号。观众朋友，下次如果想找不一样的宵夜体验，或许可以来复兴夜间食堂来试试口味。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高雄市有一家开业10多年的咖啡店，老板娘当初是从小摊子起家，因为坚持要给客人最顶级的享受，不断的学习立体拉花，现在颇有名气，一天到晚都有从北到南的顾客拿照片来挑战。在凹凸有致的奶泡上涂上色彩，您猜得出这个拉花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吗？长长的胡须配上全身黑色的斑纹，将金虎年的 Q 版小老虎就惟妙惟肖地呈现在咖啡的奶泡上，可爱的造型让拿到咖啡的顾客都舍不得喝。真的喝吗？喝一口就好。你把他的脚喝掉了，有什么想法？脚很香。只有拿不出的照片，没有做不出的拉花。经过多年的练习，不管是多么复杂的图案，都能够完整的复制在奶泡上，甚至还因为太过真实，让顾客泪洒吧台。客人可能是他家的宠物可能过世了，他千里迢迢，有的从台北来，有的从各地来，然后请我再把他的宠物重现在咖啡的上面。所以曾经在画的当中，客人在吧台上看我这样一笔一笔画，非常感动的掉下眼泪来了。墙上贴满了老板娘之前的作品，各种可爱的造型，全是顾客不远千里而来，就只为了一杯立体拉花的咖啡。从当年屡尝失败到现在成了咖啡画家，老板娘坚持要带给顾客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我觉得一杯好的咖啡，除了口感、除了风味、除了香气之外，我希望它在艺术这一块，它可以呈现视觉上的享受。来到店内，不妨带着自己钟爱的照片，一边品尝香浓的咖啡，一边欣赏老板娘的拉花手艺。不过难为的是，最后还是要把这杯精美的拉花咖啡喝下肚。相信不论是谁，真的都会犹豫半天。记者许纯清、王义群采访报道。多年来，台湾洗肾病人发生率与盛行率世界排名第一，全国慢性肾脏病盛行率也每年增加。为了控制患者磷钾摄取量，奇美医学中心与奇美食品合作研发磷钾控制机能西点，不但能兼顾病人的营养状况，而且也能让血中的磷钾得到理想的控制。慢性肾脏病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并发营养不良、电解质不平衡。不但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而且增加病人的罹病率与死亡率。因此，奇美医院与奇美食品合作研发磷钾控制机能西点，并且在去年10月通过人体试验委员会的审查，针对长期血磷控制不好的洗肾患者研究，发现不但能提升患者的营养，而且血磷也能好好控制。
慢性肾脏病病人的一个预后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2项哈，那一个就是高血磷，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低白蛋白，也就是体内的营养比较不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基本上呢，因为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奇美医学中心还有这个奇美食品呢，一起呢就研发了这样一个磷钾控制的机能吸点，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肾友。好，那因此呢，我们去年的10月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有跟这个营养科又再度合作，好，那又在设计了一个实验，好来印证说这样的一个磷钾控制的一个机能吸点呢，能够对于这群病人有所帮助。那的确做出来之后呢，在高血磷的部分，好，的确是呢有效的控制。那另外在这个低白蛋白的部分呢，也是能够有显著的提升。好，所以的确来说，哈，这项产品呢，对于这群病人来说呢，的确是有显著的一个帮忙。奇美医院与食品跨界合作，运用大豆鲜奶油与豆浆取代传统西点的奶油与牛奶，借此降低磷钾的含量。目前这项测试不但口感满意度高达85%，而且对血磷与血钾的控制也有超过50%的满意。未来奇美将推出中式食品，希望造福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